关心强烈风台马蛙继续往西边移动哦，中央气象局预告，这2天的强度可能会阁增强。台湾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后礼拜一可能有发布海上警报。来进步的消防署早起嘛开记者会，表示讲会来落实防灾的措施，嘛已经有开发一个防灾的 App， 提供11种的语言翻译，互外国朋友嘛当来了解风台的动态。强烈风台马蛙愈来愈靠近台湾。中央气象局预告，马蛙伫8、6礼拜进前会向巴士海峡行駛，了后速度会变慢，向北挖台湾东部的海面。礼拜进前整体天气相对稳定，后礼拜一开始受到马蛙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按算后礼拜一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，后续无排除会发布陆上警报。它的最有利发展大概就是这1、2天之内，在接近台湾北转的过程当中，它的强度是有可能逐渐的减弱的啊。不过虽然减弱，它的强度上还是在哦，还有可能是中度台风的这样的强度啊。气象局表示，马蛙风台这2天的强度也有可能会增强，暴风圈也有变大的空间。气象局长陈明典表示，马蛙开始进入风台发展的高峰期，挖近强度的进步，提醒民众都要做好防灾的准备。内政部消防署嘛开记者会，要落实整备措施。全民防台齐努力，居家安全无保庇。消防署开发防灾 App， 新增加11个国家即时的翻译，方便外籍人士掌握灾情，而且嘛增加警示声音的功能。若是拄到灾害受困的时阵，会当透过发出声音，帮助搜救人员找到人。透过 Google Translate 这个软体呢，有11种语文提出来的意象、图像、状况，那我们国外的朋友也可以了解最新的情形。为了减少风台带来的风险，已经清点14个县市，188笪，较会因为灾害变作是孤岛的所在，完成避难收容所、粮食的准备等等防灾整备的工作，希望透过这个准备，把灾害降到上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